Hello，大家好，我係師古井，歡迎嚟到今日嘅井仔點睇。今日呢一集咧，繼續去同大家講下咧可伯同埋河馬，特別最重要就係去講下咧可伯佢認罪啊嘛。咁跟住河馬唔認罪，可伯咧咁其實喺網上睇嗰啲日誌就可以發現咧，可伯就係5月廿幾號就開庭啦。好啦，咁跟住咧可伯嗰個審訊時間係講緊咧180分鐘嘅啫，咁但係河馬係講緊7日嘅。好啦，咁究竟嗰180分鐘入面會發生啲咩事，同埋就係話啦，河馬嘅嗰7日會發生乜嘢事咧？咁我咧就問咗 AI 啦，咁亦都知道一種咧好諷刺嘅情況就係話啦，將來咧真係會有一種咧就係講緊河馬就喺個法庭上邊咧去盤問可伯嘅情況喎。嗱，咁到期時係咪真係代表咗河馬佢贏晒啦？河馬佢可以窒到阿伯冇聲出咧？咁同埋啦，其實咧關於呢一件事嘅案情咧，喺嚟緊5月，即係可伯嗰180分鐘入面咧，我哋將會知道晒咧整件事嘅大概輪廓啊，咁去同大家慢慢講啦。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將我嘅影片分享出去，或者掃描隔離嘅二維碼，每個月用10蚊支持一下我井仔，同埋記得撳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啦。嗱，咁阿伯嗰度咧，佢就係寫啦，叫做咧領取對控罪的回應啊。咁呢一個嘅程序意思就係講緊咧個官真係喺5月廿幾號咧，就喺個法庭上邊咧，就向阿可伯咧去宣讀佢嘅控罪。咁並且咧係要求啦，阿伯咧就當庭回答認罪還是係唔認罪嘅。嗱，咁所以咧實際上係有彎轉嘅，即係你話阿伯到期時即係可能突然之間諗歪咗，跟住佢就話我唔認罪，係真係可以嘅。雖然咧伯之前喺庭上面就話啦，我諗住認罪嘅，咁但係諗住啫，即係真係可以咧，去到最後關頭嘅時候，去到最後嗰日就話唔認罪啊！即係好似咧嗰啲電視劇啊嗰啲話，你出嚟舉證個黑幫大佬啊，明明之前已經講好晒啦，落晒口供話點樣去舉證啦，跟住一上到庭嘅時候咧唔知收咗錢，又或者家人被威脅，跟住上到庭咧一隻字都唔講突然之間就話係嘅，我講大話嘅根本咧就冇呢一個黑老大嘅事咁樣嗱，都會有呢一種戲劇性嘅可能嘅。嗱，咁但係正常嚟講咧，阿伯都唔會有啲咩玩嘢嘅可能性㗎啦，因為對於阿伯嚟講，佢又唔需要諗就係話啦，必定需要無罪釋放，跟住咧就出嚟做生意。對於阿伯嚟講咧，佢只不過係等於轉過第二間暫時環境冇咁好嘅老人院去住嘅啫，即係坐監啊。而且無論咧，即係入去又好，出去都好咧，佢同仔女啲關係咧都已經玩完㗎啦。咁同埋就係話啦，即係佢已經唔需要再去顧慮河馬任何嘢啦，因為你都見到咧，阿可伯係去舉報過河馬屈蛇啊嘛。咁所以咧唔存在就係嗰啲話咩？我一個人認晒完全河馬冇事嗰種一定唔會啊。咁所以咧，可伯其實佢做嘅嘢咧，全部都淨係為自己利益嘅啫。即係例如話啦，認罪啦，跟住然後扣減啦，跟住然後就早啲完咗件事啦，跟住咧早啲就係話啦入去坐，跟住早啲出翻嚟咧，就喺第二間老人院嗰度咧就去嘆下清福啊。嗱，好啦，咁跟住咧就去講下嗰個流程係點啦，都係嗰句啦。嗱，咁阿伯咧，雖然佢就話係啊，我諗住認啊，但係咧都需要去到5月份嗰個日子咧，去到正式答辯環節入面咧，親口向法官咧就確認係咪認罪嘅。好啦，咁跟住個官咧，亦都會喺呢一個階段咧，去確認就係話啦，究竟佢係咪清楚明白控罪嘅內容同埋法律後果？咁例如話啦，可能被判監嘅情況之下咧，自願認罪啊。嗱，咁如果咧阿伯喺當日正式回答認罪嘅話咧，咁接下來嘅流程咧，通常就係會無縫銜接嘅。咁包括咧呢一個係我哋最關心嘅，就係宣讀案情嘅。咁控方咧就會去讀出當日即係佢哋喺嗰個嘅電梯大堂嗰度打鬥嘅詳細經過。咁跟住咧，阿伯係需要去同意呢啲案情嘅。即係如果你話有一 part 唔係我冇揸刀㗎喎，咁突然之間咧就即係等於唔認罪啦，即係所有嘢咧就需要推翻啊。嗱，咁所以咧，到期時就係話啦，但凡有人有記者入到去公眾席去聽嘅話咧，我哋就一定係會能夠喺5月之後啦，即係上完庭幾個鐘頭之後咧，我哋就會知道入面個詳情嘅。
咁所以咧，究竟何三刀有冇存在啊？邊個喐手去打人先啊？嗰啲咧，到期時咧就會知啦。我哋唔需要就係話等到2027年2月咁啊，河馬開庭嘅時候先至知啊。因為其實咧，可白同埋河馬打交，你淨係講翻可白嘅嘢，基本上你能夠還原晒整個真相㗎啦。咁同埋啦，到期時可白認罪，即係表示佢需要去同意呢啲案情啦。咁啊，但凡可白同意咗嘅話咧，係更加加深咗咧，即係法庭都絕對認為原來呢一件事係事實嚟嘅，原來都冇乜好拗撬嘅地方嘅。嗱，咁其實咧，某程度上咧係會令到咧河馬係更加之不利嘅。即係如果你話兩個都唔認罪跟住兩個都揾律師打嘅，咁啊到期時咧就可能會出現咗一種咧，我話係 A 情況，佢話係 B 情況，咁但係個法院就認為係 C 情況。因為咧刑事案嘅嗰個檢控咧，其實個難度好高嘅。你但凡一件事咧，如果係出現咗搞唔清真相嘅情況嘅話咧，咁嗰個利益就係會歸於被告噶嘛。咁所以咧咁樣就有機會甩。不過當然啦，你真係要有好勁嘅律師人哋嘅律師都要好勁，跟住仲要係講緊件事要混成一灘污水大家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先至有可能出現呢一種咁微細嘅機會嘅啫。咁但係啦，當可白如果佢都同意個案情嘅話咧，將來去到處理河馬嘅事啦，咁有啲嘢阿伯都認咗啦，係嗰個情況嘅話咧，河馬更加難就係話啦，完全係將自己推到置身事外咯。咁當然佢可以去打啦，咁但係咧佢哋兩個都冇法援，你唔係話就咁靠河馬能夠搞掂啊嘛？即係就算大家利是講句河馬佢能夠申請到法援都好咧，啲律師都唔會咁樣撲心撲命同佢打啦。即係除非就係話啦，你真金白銀攞幾百萬出嚟，你請青紅幫你，咁可能有機會打得甩咯。咁但係呢啲咧就即係大家幻想下算啦。河馬有幾百萬嘅，佢寧願拎住啲錢去坐監都唔會咁樣益律師嘅。嗱好啦，咁啊繼續講啦。當可白同意完啲案情之後咧，咁啊求情嘅。咁啊由於咧阿伯就冇律師，咁啊需要透過自己又或者當值律師咧就向法官求情嘅。即係例如話啦，年紀大攞綜援啊，身體狀況唔好啊，俾河馬咬到兩隻手指啊，跟住咧眾叛親離啊，跟住咧經常就成日喺網上俾人鬧咁樣。咁個官咧就可以聽完求情之後咧，即日就判監嘅。咁不過就係話啦，亦都可以咧係等攞咗背景同埋醫療報告之後咧，先至再判嘅。咁所以咧到期時可能阿伯咧就有機會行唔出嗰個法院門外嘅。又或者有啲咧，就算你話押後判刑都好咧，都會變成就係話啦，還押候審。因為咧即係以前俾佢保釋係因為仲未定佢嘅罪佢仲未係罪人再加埋佢逃走風險唔大，所以先至可以保釋嘅啫。咁但係如果即係都知道可白要坐監嘅話咧，咁有機會就唔俾佢保釋，即係除非你話可白諗住申請上訴嘅，咁但係呢一個亦都唔實際嘅。咁所以咧，阿伯係有機會咧，由5月幾開始咧，就已經係失去自由噶啦。即係就算咧，你話要去等攞報告都好啦，入住去坐住等先咯。嗱，咁另外就係話啦。究竟河馬需唔需要出現喺可白個180分鐘嘅聆訊咧？個答案就係完全唔需要。咁同埋咧，法庭亦都絕對唔會咧係俾河馬開口去交代佢嘅傷勢嘅。嗱，阿伯嗰3個鐘頭咧係專門去處理佢本人嘅答辯同埋判刑啊，同埋就係話啦，河馬嘅傷勢咧唔係由河馬自己去講嘅，係講緊咧傷勢就睇醫生報告，唔係睇佢吹水。喺刑事案件當中咧，檢控方係香港嘅律政司，咁阿伯一旦認罪嘅話咧，基本上個傷勢咧就係嚟自當其時急症室嘅客觀驗傷報告同埋醫療記錄嘅。個官咧亦都基本上就淨係信醫生嘅專業評估嘅啫，同埋就係話啦，你呢個咧都唔係叫做精神評估，你精神評估都姑且可以問下你頭痛你唔開心咁樣，咁但係啦，你話呢度傷咗，呢度流血嘅話咧，呢啲真係好客觀嘅。咁呢個咧，其實係講緊唔需要，亦都唔允許咧。河馬出嚟指手畫腳就話自己邊度痛邊度痛嘅，即係就算你話當日河馬出現都好咧，其實佢最多就係會坐喺大家嘅隔離嗰度，作為一個旁聽者去聽。到其時，哪怕佢出現都好咧，佢唔會有特殊身份，佢唔會有特殊優待，甚至乎就係話啦，佢作為一個旁聽嘅，佢夠膽去擾亂法庭秩序嘅話咧，嗰啲咩藐視法庭嗰啲咧就會等緊佢噶啦。咁同埋咧唔知河馬佢會唔會就係話啦，真係去出現去聽即係叫做咧預期睇報紙，咁倒不如睇定先，咁睇下咧，即係自己將來下年2月打官司咧，究竟個案情係點啊？
嗱，咁所以咧，你話到期時阿伯被判監嘅時候，河馬會出現都唔定。同埋咧，河馬佢個心毒噶嘛，即係佢當然就係話啦，我咧就仲有成年時間，老嘢你咧就準備坐監啦，你呃咗我咁耐啦，等我咧親眼睇住你入獄。嗱，所以咧，河馬佢唔排除就係話啦，為咗獲取情報啦，為咗就係話啦，出翻一口氣咧，當日咧就算係以旁聽嘅身份咧，都要去到現場咧去睇住河伯。嗱，所以咧，大家唔好覺得就係話啦，且可白認罪啊，冇嘢好睇啦。其實大把嘢睇啊！你要去睇個案情，因為睇到個案情之後咧，咁我哋就大把嘢可以預計啦。即係究竟河馬係坐1年啦、2年啦、4年啦嗰啲，都要去睇動機啊嘛。即係例如話邊個打邊個先啊，邊個有武器啊，河馬佢嘅武力係咪過火啊嗰啲咧，你全部5月份就可以去知道噶啦。嗱，好啦，咁跟住咧就去講下河馬嗰7日啦，係嘛？7日就真係唔知幾多個180分鐘啦。咁啊，之前新聞就係寫啦，控方咧就預計要用5日時間，咁啊辯方咧就要預計2日時間，咁所以加埋咧就7日嘅。控方咧就即係講緊律政司嗰邊啊，辯方咧就2日嘅。嗱，咁嗰5日做啲乜嘢咧？律政司就會傳召所有嘅證人出庭，即係例如話啦，青田村嘅看更，當其時到場嘅軍裝警員，甚至乎咧可伯本人啊，咁啊並且咧喺庭上面咧就播放大堂嘅 CCTV 影片，咁啊亦都會去咧呈交醫院嘅驗傷報告嘅。嗱，因為咧阿可伯佢係認罪啊，咁所以咧嗰啲咩 CCTV 啊、警員啊嗰啲咧就唔需要出現噶啦，甚至乎咧即係可伯嗰個官司，河馬就唔需要出現，但係河馬個官司咧，可伯就要需要出現。因為咧，你係講緊你需要去打甩啲嘢喎，你係需要就係話啦，你要去證明個證人佢講大話喎，你要去盤問佢嘅喎。咁所以點解咧？可伯咧就180分鐘搞掂，河馬嗰邊咧淨係律政司咧都講緊預計需要5日時間啊。同埋咧，到期時會出現一個好搞笑嘅情況嘅，因為咧控方即係律政司叫啲人上庭嘅時候咧，咁控方咧即係會有啲嘢去問證人噶嘛，咁跟住咧未輪到阿河馬出聲，咁但係河馬佢都隨時就係已經咧會隔住個閘喺度話啦，你做乜講大話屈我啊？你唔好吹水，你識唔識問問題啊？控方佢根本就唔係咁樣問啊，你唔識啊，你又為咗想煮死我咧，所以就喺度夾埋啲黑粉啊砌我生豬肉。即係等於咧，丁蟹佢就喺法庭上面經常插嘴嘅嗰個情況一樣啊！嗱，好啦，咁跟住咧，去到就係話啦，最後嗰2日啦，就真係咧，河馬佢夢寐以求嘅一挑10嘅，大家都想去欣賞到嘅日子啊！嗱，因為咧，河馬就法援被拒，冇錢請律師，然後個官亦都講咗咧，喂，你唔好揾你個朋友出嚟搞笑，即係阿門咧就幫佢唔到啦。咁所以咧，到期時就係話啦，河馬係真係有一個機會咧，佢可以親自上陣去盤問警方同埋證人嘅，可以用英文又或者中文咧親自去為自己辯護啊！嗱，大家可以想象下嘅一個咧毫無法律知識平時急起上嚟就會講粗口嘅人咧，喺區域法院嗰度親自打官司咧，呢一場咧絕對係史詩式嘅災難嚟嘅。甚至乎咧，可能河馬會問好多咧根本就唔啱規矩嘅問題，跟住到最後咧就俾個官就話啦，呢條問題咧同案情冇關，就唔好問啦，唔使問啦。嗱，同埋仲會有一個咧好滑稽、好諷刺嘅情況嘅，因為咧阿伯佢可能5月尾坐監啦，咁如果要坐1年嘅話咧，咁其實去到出年2月嘅時候咧，佢未放出嚟噶嘛，咁所以啦，可伯係有機會需要着住囚衣、鎖上手銬，由懲教人員咧，係由監獄押解上庭嘅，咁跟住咧，河馬就真係就係話啦，可以咧就對住阿可伯咧就去盤問佢啊！嗱，咁所以咧，到期時呢一個咧，即係畫面咧，絕對係震撼嘅。嗱，同埋啦，阿河馬一直係強調咧，自己先至係受害者，咁啊覺得檢控佢咧就唔公平嘅。咁當控方去傳召可伯作供嘅時候咧，可伯佢為咗自保，又或者咁樣講啊，可伯到期時佢應該係俾人判咗刑嘅時候咧，即係等於就係話啦，自己都已經咧坐咗監啦，係嘛，冇嘢好驚噶咯喎。咁所以咧，到期時咧就可以豁出去，好大機會喺庭上邊咧，除咗
係去將當其時即係互毆嘅細節和盤托出之外咧，亦都會就係話啦將以往嗰啲屋企歷史啊、鏡頭之後嘅故事咧，全部咧就攞晒出嚟嘅嗱，所以呢度咧係絕對極度過癮嘅。咁阿伯咧就提早俾我哋知道案情，提早去分析。咁河馬咧，既然佢要咁樣玩嘅話咧，唔緊要，佢一定有機會可以去問可伯噶，咁冇所謂嘅，咪再提供多啲娛樂俾大家咯。咁仲有，我都好想睇下咧，即係究竟河馬係點樣去盤問啲警察咯？因為呢一件事啊，接手嘅軍裝起碼都2-3個啦。咁仲有啦，幫河馬落口供嘅又唔會係軍裝噶啦。咁到其時咧，又有更加多嘢發現喎。因為河馬呢啲人咧，佢隨時啊，佢喺庭上面講嘅嘢，同佢當初即係真係喺發生咗呢一件事幾個鐘頭之後落嘅嗰份口供係可以唔一樣噶嘛。因為呢啲人咧，講大話講到咧就傻晒嘅。咁仲有就係話啦，河馬佢唔聰明嘅，喺真係案發嘅時候咧，佢可能就係話啦，佢自己講咗一啲即係叫做有害於自己嘅口供又未定，跟住以為咧喺 YouTube 嗰度講幾句説話，就當係口供嘅延伸同埋補充，就話冇啊，根本冇啊，根本我俾人河三刀咁樣嗱。咁所以咧，到其時河馬嗰份口供啊，會唔會俾人覺得就係話啦，你唔老實，連口供都係假嘅跟住咧就再揭多佢幾層嘅嗰啲醜面目、醜面紗咧，一定有呢啲情況嘅。同埋咧，我好期待就係話啦，河馬例如咧，除咗警察之外啦，咁可能會有看更啦，跟住仲有當其時青田村嘅一啲鄰居啦。嗱，咁大家都知啦，河馬對住看更，河馬對住佢啲鄰居咧，佢真係覺得自己係高高在上嘅存在噶嘛。所以我都想知道咧，究竟河馬佢到其時係即係點樣？嚟啊，講啊嘛，唔講嚇嚟啊，係咪擔心我唔使坐監啊？會唔會用呢一種嘅口吻咧，就去針鋒相對人哋啊？嗱，甚至乎啦，會唔會傳召醫生上庭咧？即係例如話河馬質疑阿伯根本就冇咁傷嘅，阿伯佢自己整斷自己2隻手指啫嘛，屈我咩事啊？關我咩事啊？嚇！嗱，同埋仲有一樣嘢嘅，即係控方咧，當然都會去盤問河馬啦。咁所以到其時，大家都真係可以去睇咧，一班專業嘅律師律政司嘅律師咧，去盤問河馬，跟住睇下咧河馬自己點樣去講嘢嘅時候咧，俾人戳晒啲嘢出嚟，跟住點樣自己去自爆，跟住自爆完之後又話法官大人，呢句唔係嘅，我冇嘅。跟住開始發覺講唔贏嘅時候咧，一哭二鬧三上吊啦，然之後咧又喺度浪費法庭嘅資源咧，又喺度即係成日都話咁休庭啦，再延遲下一期啦，跟住拖下咧，隨時又唔知拖個1-2年都未定啊！嗱，仲有一樣嘢啦，究竟河馬仔會唔會上庭先？因為咧，河馬仔佢絕對係一個嘅目擊證人嚟嘅喎，係嘛？咁所以就係話啦，佢都有機會係需要出庭嘅。即係當然，河馬仔佢講嘅説話係咪偏幫佢阿媽係一回事啦。咁但係咧，到其時都有機會就係話啦，去目睹河馬仔嘅真容啊！畢竟就係話啦，過咗18歲，你唔似就係話啦，有嗰啲咩兒童保護啊，能夠隔住個 mon 去講嘢嗰啲嘢。同埋咧，喺河馬嗰邊咧，可能佢自己即係為咗唔知打咩感情牌啦，因為佢哋嗰啲概念好得意嘅，佢哋係會覺得咧，只要我能夠證明到可伯喺以前佢係一個爛人，佢係一個窮人，佢係我，即係佢心中所謂嘅啦嚇，你冇錢啊扮有錢，即係我，即係犯法咁樣。嗱，到其時咧，隨時會喺河馬口中咧係能夠穿到更加多關於可伯嘅秘密出嚟嘅，因為依家咧無論可伯又好定係河馬都好咧，佢哋對於呢一樣嘢都三緘其口，隨時係講緊咧喺口供上面落咗都未定嘅。嗱，不過當然都唔排除咧有啲細節咧，其實係河馬自己即場創作出嚟嘅，因為佢會覺得，只要阿伯入到去坐監，只要阿伯先過我坐監嘅，到其時阿伯係監躉嚟嘅啫嘛，監躉講嘅嘢個官會信嘅咩？我河馬冰清玉潔啦，即刻放我走。河馬依家咧，其實佢都幾興，就係諗住咧從源頭解決個問題嘅，即係佢冇辦法解決可伯啦嚇。咁佢依家咧，其實你會發現佢一啲口吻取態咧，佢唔再係同你去爭辯咧，究竟有冇河三刀呢一件事啊？究竟咧自己係咪真係好無辜？跟住然後係自衛，但係用多咗力，又或者我根本冇用多咗力。佢依家個概念成日都係講咧，我自己都係受害者，你唔應該去告我。佢直接就係想推翻咧可伯所受到嘅任何傷害，直接就想講。
唔好審我啦，咁麻煩係嘛？直接話我係受害者，咁跟住後面所有嘢咧都完全唔使理啊！但係你諗下，律政司要用成5日去懟隻河馬，即係你諗下啦，律政司佢準備嘅料係有成5日時間係可以去整出嚟嘅，咁你諗下啦，河馬在線難逃啦，仲有喎，之前咧好似都有人講過就係話啦，其實咧區域法院又好，跟住高等法院都好咧，由律政司檢控得嘅刑事案件咧個入罪率係超高嘅，同埋你估就係話啦，好似係唔知8-9成嘅定罪率。好啦，咁跟住你以為就係話8-9成定罪率啊，咁我有機會就係好彩嗰10% 咯，係嘛？即係例如話啦，6合彩都有機會中啦，咁點解1/10嘅機會唔輪到我啊？其實用下個腦去諗都知啊，嗰1%或者叫做唔係1%啦，嗰10-20% 能夠脫罪嘅人，你估佢哋冇請律師咩？係嘛？通常能夠脫到罪嗰啲，擺到明就係有啲錢，能夠請律師先至能夠幫自己脫罪啦。所以咧，千祈唔好覺得就係話啦，能夠脫罪嘅有1/10機會咁樣，人哋係講緊一定係用足晒彈藥、用足晒子彈先至能夠脫罪嘅。同你隻河馬真係俾人斷到正啦！真係咧檢控方咧用成5日去懟你啦，然後你覺得自己冇讀過書，英文都唔識多隻邏輯，中文邏輯都唔好嘅人咧，跟住可以推翻人哋準備咗5日嘅嘢啊！其實我強烈懷疑咧，河馬可能係俾佢個 friend 阿門氹咗，即係可能會以為咧，件事咧其實就唔係好嚴重嘅。我做過陪審團嘅河馬所以咧你就定啲嚟，到期時同個官咁樣講就得㗎啦。咁但係你問我信邊個，我梗係信律政司啦，係咪先？同埋咧，阿門嗰啲咧，佢都係吹水嘅啫，又肯定實實講到就係話啦，你交份表申請法庭之友就冇問題㗎啦。咁結果咧，個官咪一口反駁，可能到期時咧，阿門都會親身去睇咧，究竟河馬即係俾佢點完之後咧，最後發現咧根本走唔到啊，根本就係話啦，離開唔到個法院嘅嗰個樣啊，咁所以咧，阿門咧應該係喺最後嗰日先至會上庭出現嘅，即係咧確保就係話啦，見到河馬被還押，見到河馬被捕啦，冇得暫時短時間內出翻嚟揾自己復仇嘅時候咧，哇，隔住嗰個嘅即係河馬喺犯人欄，跟住自己喺旁聽席嗰度咧，望住隻河馬陰啲喺度笑，咁跟住隻河馬見到你跣我咁，但係咧冇辦法啦，隨時咧就要坐翻個3-4年咧都出唔到嚟啊！喂，甚至乎咧我見有其他行家嘅 YouTube 影片下面有啲過來人留言就話啦，河馬佢死咯，佢今次有機會坐4-5年咯。嗱，咁真係唔出奇啊，因為河馬咧佢嗰個歲數咧其實就唔年老嘅，同埋就係話啦，佢唔認罪啊嘛，咁浪費法庭咁多資源，浪費律政司咁多資源去告佢係嘛？咁仲有就係話啦，就算你話河馬有精神病咁樣，但係其實個官咧都唔係咁覺得佢精神病。不過呢度要講一講就係話啦，到其時河馬單案咧就唔係陳官去審啊，因為我見到報紙寫就話會轉交俾另外一個法官去審嘅，咁但係咧。即係你話就算精神病都好咧，咁但係啦，精神病咁，但係佢又咁積極，又要日日戶外出去拍片。不過當然唔係話精神病就唔可以拍片可能隨時就係話啦，原來有啲 YouTuber 佢私底下有精神病，大家都唔知添。不過咧，依家真係覺得咧，河馬嗰啲咧，我都好難睇到，除咗精神病嗰啲之外，仲有啲咩求情理由咧？又或者有嘅單親媽媽咯，即係話自己好辛苦照顧個仔咯。咁但係啦，即係佢呢一單案咧，又係牽涉到個丈夫啦，咁所以就唔知會點啊？喂，同埋咧，河馬佢今日咧都仲有出文嘅喎，咁同大家講埋個內容啦。咁佢就話咧，隆重登場嘅原因有3個，第一就係話啦，有理有節，雄辯滔滔可能佢講緊自己出年雄辯滔滔第二就係話啦，商業版圖商演之旅咧就即係好多人用湧動起動唔知佢講乜啦。第三佢就話咧財商新聞咧就係全部粉絲嘅精神食糧嚟嘅。咁跟住佢後面仲有啦不過咧我要稍作休息嘅原因有3咁處之泰然而謀定後動。第二就係話啦，慈善王國咧就一步一腳印。第三就係話啦，黑網台嘅業報咧嗰啲又話唔知乜嘢輪迴又話乜嘢活受罪不息咁樣嗱，咁唔理佢啦。其實咧聽日就7月19號啦，咁聽日究竟佢會唔會特別去開一班朝早9點嘅直播咧？咁拭目以待啦。
同埋咧都期待就係話啦，佢出嚟去直播，跟住咪分享下佢對個官有咩講法咯。即係話，喂，阿門線你喎，冇法庭之友呢回事喎，你點睇啊？喂，你話你自己無辜，你分享多啲，點解你覺得自己無辜係嘛？甚至乎就係話啦，丁蟹咧嗰陣時咪有一幕咧喺個監獄入面咧就喺度練定晒啲對白，就話：啊，親愛嘅法官大人，我唔認罪。法官大人，我唔認罪。咁啊，河馬都可以喺個鏡頭表演下咯，即係到期時就話：法官大人，我唔認罪。咁都可以帶俾我哋娛樂噶嘛。咁其實咧，河馬佢自己有佢自己嘅苦啦，但係佢嘅苦咧，全部都係佢自己攞嚟嘅，而且咧係會為我哋嘅日常枯燥嘅生活咧，係帶來一個極度娛樂化嘅表現啊！同埋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嘅教育嚟嘅，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千祈唔好做法盲啊！你做法盲，你以為你自己嘅理據就係法律，你以為你自己規矩就係法律嘅時候咧，就可以睇下河馬佢自己點死，甚至乎可能將來咧會有啲律師即係喺塵埃落定之後，逐個分析就話啦，當其時河馬詐病入精神病院啊，呢度死罪啦，河馬咧亂咁插嘴呢一度咧死罪啦，邊度咧佢又死罪啦，直播拍片講咗啲乜嘢又死罪啦，咁啊到其時啊過癮啊！嗱，期待聽日河馬咧就復出，咁跟住咧出嚟順便去交代下咧佢法庭嘅事啊！好，今集嚟到呢度，下集見，拜拜。